感谢以前的解剖新闻。另外，小方面，咱来看南韩总统尹锡悦即马人去互抓去看守所，曾接受问过超过10点钟的调查，拢无回答任何问题，也拒绝录影。原本今下晡要第二届问过，嘛因为健康的问题来延后。 互人逮捕的总统尹锡悦伫首尔拘留所过一暝，本来预定昨日下晡2点伫简称公调处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继续第二届询问，不过伊提出健康问题，公调处已经接受，并予伊延后。韩联社报道，尹锡悦昨日下晡未接受公调处的调查，伊的律师表示，尹锡悦的身体状况无好，而且15都已经充分表达立场，无需要接受进一步的调查。尹锡悦是伫15早起10点半予人拘留。 搁送去伫京畿道果川市的公调处办公楼，经过10点钟过40分的调查，结束了后，予人送到伫京畿道义翁市的首尔看守所。就伫迄天，尹锡悦的支持者聚集伫公调处外口，各加警方搜索。 만약에 탄핵이 된다면 사법부도 무너진 상태라고 보기 때문에 공산주의나 사회주의로 갈 수 있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根据了解，公调处方面准备的询问内容有200多页，尹锡悦对所有的提问拢无回答，佮拒绝精神过程录影。伊佮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出拘留合法性的审查申请。伊的律师团主张，无内乱侦查许可的公调处侦办这个案是违法。 另外，伫伊接受调查这段时间，韩国消防厅表示，有一个差不多60岁查甫人15暗时8点，伫公调处附近小家己严重受伤。韩联社报道，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。尹锡悦无出席10时头一届庭审，所以则无正式启动审查庭事。根据规定，若做这届尹锡悦搁再缺席，法院会当伫当事人无来的情况下进行审理。 南韩目前局势引起日本甲中国的注意。日本表示，南韓是重要的鄰國，而且目前戰略環境日韓關係無變。他国の内政への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が、日本政府として、韓国国内の一連の動きについては、特段かつ重大な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をしております。 中國外交部15表示，無願意評論南韓內政問題，不過中韓是小隔壁，閣是合作友伴，願意甲南韓做伙共同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。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。